新竹市动物园5月有3只水猪仔囝出世，目前动物园正咧替水猪妈妈做月台，按算8月底水猪仔囝就会大家见面。水猪仔囝对伫妈妈身躯边，看起来有够古水。新竹动物园5月有3只水猪仔囝出世，体重对1300公克到1400瓦公克左右。水猪大汉了后，身长有107至134公分。 是世界上体型上大的野栖类动物，非常健康，然后现在都跟着爸爸妈妈，然后他们现在目前喝奶已经经过1个礼拜，再可以吃点简单的草，然后所以还是以妈妈的母奶为主。那大概预期是8月中会断奶，然后8月底的时候应该就可以跟民众见面了。新竹另外一间野生动物园也传来好消息，最近是新增加12只水猪。 已经开放了民众参观，因为他们是属于生性比较胆小的动物，那所以你在跟它互动的时候呢，就尽量就是要动作放慢放轻，并且降低自己的姿态，然后跟他们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，那他会觉得说，你们好像大家就是蛮彼此比较亲近的感觉。水猪上特别的所在，就是前后脚的脚趾头啊无同款，前脚有4支，后脚干那3支。民众后摆若是有机会看到，会使可以好啊看真照。 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